中老铁路在进出口货物量和国际货物列车开行量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增长，反映了该铁路在促进中老两国经贸合作和物流运输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磨憨铁路口岸建设的深入推进，为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提供了更多的通道和便利，促进了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境水果、粮食、冰鲜水产品等指定监管场地的陆续投入使用，提高了货物进出口的效率和安全性，吸引更多货物选择中老铁路进行运输。运列车开行数量和频次的增加，以及货运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中老铁路货运服务的提升和效率提高，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中老两国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增加，这促使了中老铁路货物运输量的增长。